好来，乡亲啊，咱回头继续来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詹天仪请辞核准，由副主委王必忠来代理就位。下晡的3点召开记者会，针对日本关西机场这案，点名中天、三立、TVBS、东森、伊电视总共5间的媒体，无尽到查证的责任。这个记者会现场的状况，请记者宋彦民讲予咱知。 好的，主播 NCC 主委詹婷仪呢，昨天请辞之后呢，今天上午的委员会议是由呢代理主委翁博宗来主持，而下午召开了记者会，也说明了有5间电视台呢，针对关西机场案未尽善尽呢查证之时，带您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伊电视、三立、TVBS。 东森、中天来到会陈述意见，那因为陈述到那个已经到1点多，所以这个案子因为后续我们要请他补充一些那个资料，包括就是说引用一些网络的一些查证的一些 SOP。 NCC 表示呢，针对5家电视台，由于还需要业者补充说明再来裁罚，但强调媒体呢应该要自律，并且呢报道事实才能够提升媒体的公信力。而针对詹婷仪请辞事件，翁博宗表示呢，他并不便呢代替回答，同时强调 NCC 是独立审查的单位，并不会受政党的干涉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，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